有有啊，有啊啊，因为是照相，上线就上线了。嗨，大家好，敢有人伫顶面线顶？最好那么准时。可能有些人小孩子还没睡觉。然后先开杠，我来看卖哦。开杠。啊，我看到有咧。刚一个10分钟应该都有啦。啊？诶，奇怪，没喏。你讲讲错啊！分享哦。才分享，我买了分享。我想要。我们是设9点半呢。哦。所以他9点半才正式开始。Too early，休假。那你 live 上面是 YouTube 吗？可是上面看得到啊，我上面看得到。有人啊，你我无看到啊。有乔慧讲有哦。有看到。有啊。大家我早，较早就来啊，讲9点半。因为囡仔要较早困，所以讲爱较紧的来开讲，无时间开讲啊。我家己有时有足辛苦的呢。那是啊。Why not？安怎？我饲袂入去。为什么？你是毋是爱甲你的手机啊中开？啊？什么？就是规个拢总各开一摆啊。我来看嘛。啊是微微都。我毋知，啊你讲无啊？你咧找加油图？都咧，嘿，加油。好。啊个。有啊，我看到。有小等下，看，小等下开始袂使。对啦。面顶这。对啦。有啊呢。啊，你这声音较关掉，无你就大声。我无开声音。好，啊你会使分享啊。我头那遐大，好。什么意思？啊，你是要分享到对？无啊，你起这。我专妈妈讲你的头毛变长啊，我拄讲头毛无共款。最近拢老头毛，然后再足长诶。分享。嘿，啊，你就是看想要嘿，你就会使试去。哦，我要搭去倒位？好。搭你家己的面册，还是搭去你的粉砖的面册？看来粉砖。系啊，啊粉砖你就爱超多各一摆。嘿，啊，你就分享，啊，加有一个复制连结，啊，你就去你的粉砖。哦。我咧教学呢，我咧教伊安怎用迄。这画面就厉害呢。啊，即摆是几个人啊？看卖，因为小等就侪代志要解说。30分才开始吼。嘿，大家会使摕个料啊。多谢大家来。直接讲什么呀？小鸭。我会用，好不好？我做惊这走去。什么物件走去？无，拄嘛是拄则咧边仔一直用我的电脑，我做惊电脑爆炸。没效用。爱做生意哦。哈嘿，我会做生意。好，大家晚安。咱阁有4分钟开始，会当先去什么的。不是分享啊，帮阮开始分享出去，多谢大家。等一下，阮会先有一段影片互大家看，就是阮剧团较早以前的演出。好。看这live，我嘛要看 live。是啊，你嘿，都真哩试落去。大家拢还未困啊？是拢困啊？囡仔讲，还是无囡仔？有啦，有人讲暗暗。安安。你好。即摆是几点？有3分钟。27分。好哦。来看卖哦。恁敢有感觉暗时直播足忝诶？因为较早应该讲透早的时阵有咧工课，啊，就会较忝啦。因为光线照你的面嘛，啊，你就感觉这光线就是要困。我是还好，因为最近工课较少。
是啦是啦，有工课我就足欢喜。对啊，嘛是安尼，无毋对。但是要开学啊哦，老师搁要看到学生啊哦。你要珍惜现在的时间。剩2礼拜就要开学啦。已经有人讲，你的头毛嘛愈来愈长啊，已经无亲像咱的总统啊。无一个是小英啊。应该爱来加啦。好，2分钟。我看到你的手诶。平常时大家暗时的时阵，拢会看啥物物件？我有时阵会去册人咧做菜啊，煮物件的影片来看，因为看你透早的时阵会早顿你就会使试看卖，是毋是？看迄啥物詹姆士。进前啦，无啊，想要食啥物啊？毋是无固定诶，是讲参照我想要煮啥物，啊，我就去找看卖嘿啊。好啊，是拄暗顿诶时阵会看，不暗顿诶时，要毋过你不暗顿诶时阵，佫看毋到袂赴啊？袂啊，我相信妈妈拢是安尼。笑。要困的时阵，我拢看 Netflix， 是嘛？要毋过看 Netflix， 毋是会足想要佫继续看落去。系啊，有补甲做啊。我不济咧。是哦。我看迄。啥物？你看啥？足久无，足久以前就准备要看的，一直无看，最近拢看了。啥物？啥物？《绝命毒师》。这我袂晓用台语讲。你有看了？我看了。足够诶呢，迄几集诶。绝命律师我嘛看完啊。小等下即摆讲。上班。无啦，20人尔，20人尔。我朋友玩舞蹈波伫后壁，舞蹈波阮准备好啊。好哦，好啦，大家会使咧豆豆来看卖，欢迎大家来。谁那你会玩？远远，搁听着迄台卡车，谁那你会玩？你想看嘛？生一个查某趁5块，一个查某趁10块咧。可你阿爸咧学今仔咧学学时啊。先生啊，你叫我做咩？
岁，搁有甜甜又甲时间又甲远远，搁看着迄个少年君，我的物件红是小热。10岁，伊敢是阮等待的迄个人？花玲珑要10岁，伊是我少年的。好哦，阮较早以前的演出，甲即摆的风格做无共款的。好，啊，即摆就来分享啊！大家敢有看到我的 PPT？ 我的 PowerPoint， 安怎有？现场听无台语的嘛，会使压一个手咧，因为今仔日的直播，大家就是轻轻松松的开讲安尼。啊，如果现在如果你听不懂台语也没关系，可以在底下留个言这样。然后因为我们今天主要是想要分享，所以会希望大家都可以一起参与这个聊天这样子。就是欢迎大家来今日乐利亚剧团的台语录制的分享会。好，啊，就今日来妮妮姐姐甲大声兄，嗨，恁敢要自我介绍一下？大家好，我是妮妮姐姐，今麦名叫做何安，我是妮妮姐姐。大家我现在的名字叫做何安云，你们可以叫我安云就可以喽。换你了。大家好，我是大正兄。大家你好。跟大家分享。是。好简单的自我介绍。就是讲，因为乐利亚剧团16年开始讲台语的故事，妮妮姐姐甲大正遐的一开始就甲阮斗阵做伙讲故事啊，所以就是元老级的演员安尼。始祖巨人，什么？小说的始祖巨人。始祖。我最近拢去看迄进阶巨人，伊讲迄卡通的电视，开始。所以你这个大正遐甲我甲3个人拢有家己的脸书，所以你若是感觉阮人袂歹，得当去直接。大家多多支持。多多支持。人袂歹。乐利亚剧团呢，成立以来吼，就是一直咧找讲家己做表演艺术团体定位啊，所以阮嘛试过无共款的戏剧啊，即马就是有3个方向。较确定啊，就是母语、人权甲亲子。母语就是对阮较会晓台语开始嘛，就是但是希望讲未来嘛会当有客语啊、原住民语，因为我嘛是原住民的妈妈，我有2个泰雅小妹妹，所以就是想讲这片土地有足侪无共款的人，伊的母语拢无共款，所以伊嘛希望讲未来会当有搁较侪无共款的戏剧。人权是阮有搬过白色恐怖受难者的故事有几啊处，嘛无几啊处啦，就是说好不要哭嘛，搁有爱唱歌的小熊安尼，搁有讲过几啊场故事的吼，拢是白色恐怖的受难者的故事。今年其实嘛是因为阮一直嘛足关心性别平权、男女平权嘛是有这个计划咧进行，但是因为今年疫情的关系，就是先停落来。亲子就是希望讲，希望大人囡仔拢会
会当做伙看戏，这就是阮三个方向。来就是就是要考诶，海报，就是甲大家分享讲，阮本来今年的两个演出吼，就是欠嘛要去行，甲国王，欠嘛要去行，就是即本小说《沙巴的滋味》其中一篇，就是短篇小说啦吼，其中一篇欠嘛要去行，迄当阵是剧团的读册会时阵读着，就感觉足精彩的，因为我足少看女性作家写女性的故事，所以我感觉一定爱互大家知影，嘛写甲做无共款的，因为伊是写一个灵魂的故事吼，就是欠嘛要去行，明年一定会搁甲大家见面吼，就请大家慢慢等待。国王甲国王本来是画本，就是咧讲性别平权的故事，但是这嘛是促销阮会搁较拍拼，希望伊嘛有机会搁甲大家见面，因为伊的音乐已经做落去啊，嘛足好听的，所以无机会表演是足无彩，所以阮会搁较拍拼吼。即马有观众朋友讲，欠我要去行，伊有买票哦。所以讲，他有经历退票的过程。系啊，真正就感谢。5月时阵，阮拢排练排了啊。对啊。内底足侪惊喜，我袂使讲。对。物件拢做好啊。道具都做好了，音乐也做好了。变魔术样款的，迄个物件我袂使讲。所以，小说本来就是就精彩啊，所以讲。因为讲这作家前文，甲你敢有看到？就是讲阮有开讲过，伊就是讲，我足期待啦。但是我以前看表演时阵若是小说改做舞台剧，我拢感觉小说较好看。我听到的时阵就，好哦，我会搁较拍拼，搁较认真，因为作家拢安尼讲啊嘛。对，要讲啥？我是感觉今年有发生过这块代志，就是迄小说较有想象力。因为文字的东西。唔讲阮即摆摆这欠嘛伊超过你的想象力，真的。你为什么要推销我？拜托你，拜托大家，因为这是超过你的想象力，所以袂讲无达成这个小说要讲的代志。是啦，就是讲起来就是小说甲阮搬的方式无共款啦，就是无共款，两个无共款风格的物件啦。因为小说咧写的时阵，其实咧看的时阵就感觉，伊的台词拢写好啊，我嘛无改啥物物件，但是就是表演的方式无共款安尼啊。前文这的好，我会更较拍拼，明年的互你看卖吼。国王甲国王就是就是即摆也咧想讲，阁有啥物办法会当甲大家见面内底足侪做好耍的物件，亲像大管家什么，还有什么小丑啊，高跷什么，还有什么默剧，木瓜。给鬼啊！多了，有就这。好啊，好，阮会搁较拍拼是安尼。是啦，希望讲虽然讲疫情，虽然说疫情关系，但毋过嘛是阁有机会会使甲阮想要讲的故事讲互大家听啦。好哦，来后一张就是今日的主题。今日主题就是要讲台语的舞台剧，阁有台语亲子舞台剧吼，就是讲我戏剧出来社会了后，就发现讲，台湾的台语的舞台剧足少的，若是台语的舞台剧，就是看舞台剧的人本来就足少啊。我相信足侪人拢也未看过舞台剧的。今日大家应该拢有看过吧？若是看台语舞台剧的人，搁较少。看台语亲子舞台剧的人，我想大家应该拢看过对方啊。就是这个裤仔是遮尔细，可能去剧场内底种
做面熟的，然后你嘛来，伊嘛来啊，安尼就是人做少的。但是我是想讲是安怎会有这个原因啊？其实台湾有足侪足好的剧团，拢有用台语搬戏过啦。但是讲，若是讲亲子的戏剧，毋知大家敢有看过用母语咧表演的？大家分享一下，敢有？你这大场遐，恁敢会当分享恁知影的用母语咧表演亲子舞台？我家己参与的戏剧都有啊，就是我有参与过一出在中立的戏。迄时阵，阮搬戏内底有用，就是3种无共款的，就是有台语、有客语，嘛有华语安尼，就是伊是故意的。讲一句话，伊会甲伊拆开，用无共款的方式，互大家知影。我感觉这就是一个足无共款的，因为现场足侪囡仔就讲，伊袂讲我听无，伊袂安尼讲，因为伊看你搬戏。伊感觉你讲话的感觉，伊看你做啥物代志，伊听有的物件，他的想象力会甲所有的物件拢连起来，就变做伊头壳伊心内有画面的故事啦。你讲的是毋是软绵尾巴族？是，就是我有去看迄出。拢毋对，甲树仔有关系，甲投票有关系。那迄个投票做好耍诶，然后可是我感觉内底客语伤少啊。是啊，而且我甲你讲，这就是我感觉，我要安怎讲咧，就是大家迄个时阵咧讨论诶啊，就因为听有客语诶人嘛是我迄个时阵斗阵做工课，迄个导演伊家己嘛是客人，而且伊诶客语是足认真诶。迄个时阵嘛有甲伊问讲，你感觉安怎？因为你搬迄演客语的迄个演员，伊嘛是正港的客人，所以讲伊的客语嘛免烦恼啦。就是讲无共款的腔啊，就爱用无共款方式去讲。要毋过就是因为迄阵想要买票的人有诶，就是规个学校一定的人啊，所以讲我想啦，就是。伊诶想法嘛是希望讲大家啊，毋管你是毋是听有还是听无，也毋过就希望你会使一丝仔加入来，你知影搁较济，以后嘛有机会，互大家搁较济，应该是。这是一个想法，但是就是讲，我家己的感觉是讲，大家当较勇敢一个，就是其实囡仔接受度是做怎么讲，很宽广吼，所以。就是当去看，因为我搁知影搁有诶歌戏团嘛，甲囡仔戏甲做伙啊。但是讲台话是讲华，搁有一个我做爱诶剧团嘛，叫做四五子，大家应该可能有看过，就是伊嘛是做有名诶布袋戏诶囡仔戏。但是伊嘛是可能伊是迄团长是客人，伊可能是讲几啊，有一寡字的时阵会讲到客语，但是大部分嘛是华语安尼，就是有咧做文化的物件，但是伊甲这一点点掺入去内底，毋是全部拢是母语安尼。我是感觉，若是有机会会当去看卖，用较侪家己的母语表演安尼。是我的想法啦，毋知大家安怎想诶？观众朋友讲的话拢就感动诶。有一个人说，第一次在嘉义草草戏剧节看过我们表演啊，就感动诶。迄个时阵，我伫咧草草嘛是有搬一个内底嘛是有台语一出戏，嘿啊，那个戏的剧本是我写的，然后刚好我是演员这样。迄出戏是讲迄嘉义在地。无共款的农民，伊是种无共款的物件，做无共款的代志，分享伊的生活，伊是安怎一个少年人会行入去做农业这个代志安尼，足欢喜的咧，有人看到，有人讲，有人话当时，你足够诶，拢是少年话，就是安尼啦，因为迄阵咧写的时阵就希望讲。农系少年话有一个华语的感觉，就是讲农系的少年就赞诶安尼。但是台语嘛是会使讲拢是少年话，拢是少年咧讲诶话啊，拢是因
想要做的代志啊，这拢是因家己选择，毋是讲哦，我被逼着要去做什么，就是无迄种感觉啦。有人讲你赞成拆土地公来个台湾迪士尼，这种咱人咧讲诶，迄出戏安尼。啊，搁有讲就介意看舞台剧嘛，看到台语的舞台剧《人间条件》嘿，带4到5岁的侄子去看歌戏的舞台剧哦，嘛是台语的。嘿啊，我想讲。其实有做侪剧团咧做，但是就是希望大家会当做伙来拍拼，做伙做一个全保育的环境，互囡仔安尼。是啊，有人讲希望有家己的场啊。顶摆咱有去阿里山呢。讲故事。是哦。嘿啦，我们嘛希望会使全台湾拢会使甲大家见面啦，嘿啊。就是讲剧团一开始其实吼，讲老实话，就是一开始无甲囡仔戏放伫咱的重点内底，大家进来的时候是不是就是看一段影片嘛？迄就是毋是互囡仔看的舞台剧，就是一般我爱写的故事，就是台湾的故事安尼。但是就是讲写台湾的故事，就是一定会用到台语，这是足自然的代志，因为就是较早阿公阿嬷就是讲台语嘛，所以你若是要较写实的故事，就一定有台语啊，甚至是日本话啊，甚至是我顶面写的一只的原住民语、西班牙语、啥物荷兰语遮的故事，就是讲恁敢有看斯卡罗？前迄2日足侪人咧分享，是，我看是足感动的，就是讲，阮的土地有遮尔济，无共款族群国家的人伫遮发生过的故事，是咱的故事，咱是怎么讲，共同在一艘船上。咱是做伙，所以在这片土地发生的故事是遮尔精彩，就是这就是咱的故事，所以一定写家己的故事，一定会用到家己的本土语言，这是做自然代志。所以，歹势，我讲者，请问者，因为我只要直直出现讲啥物直播视讯短暂中断，是毋是有即款代志？若是有，阮会使注意一下。啊，大家若是有迄直播视讯怪嘛，会使。甲阮讲哦，我即马是拢足顺的，所以我毋知大家怎有感觉。好，刷落来就是甲大家分享，一开始看迄影片是阿嬷的十岁车，是阮足早进前搬的一出戏，就是咧讲日本时代糖厂女工甲卖货查甫人谈恋爱故事，但是就是战争发生啊，所以伊就去查甫人就去南洋做兵啊，所以2个人就分开，所以这日本时代过来就是国民政府来到台湾，所以即出戏内底就有。台语、日语、华语，搁去南洋做兵，搁有越南语安尼，所以这是阮剧团甲洪辉老师合作的第一出戏，嘛是即出戏我才发现讲，原来台语的学问是遮尔大，因为老师迄当阵就问讲，因即出戏是发生伫倒位，这家庭是倒位人？我就讲，应该我写的时阵是设定伫高雄，因为高雄有糖厂嘛，台湾的糖厂大部分拢伫南部，因为较烧热，所以老师就讲，南部，所以这个家庭的人拢爱讲南部的口音，啥物人会当讲啥物口音？迄当阵我才发现讲，对吼，剧本摕到时阵，阮定定拢是讲阮家己会晓。台语尔，但是无去想讲，我甲你的台语有啥物无共款但是偏偏阮是咧搬规家伙一家人，但是你讲北部腔，我讲南部腔，安尼是其实是足奇怪，所以我迄当阵才发现着讲我从来无想过这个问题吼，这就是即个台语演出的开始搁有一出戏，这大钱嘛有伫内底大家敢有看到？
这是排练的相片啦，就是之前阮伫蔡穗外舞蹈社有一出戏咧搬台湾的画家谢丽华的故事，啊，伊是大场定的人，伊的故事，伊的人生是足精彩的，因为伊伫细汉时阵有看过第二把事件，伊是真正看到人向人枪杀倒伫路边，啊，伊的亲人甲伊抱咧讲，安尼，即种代志拢看过，啊，过来伊就去。伊是画家，画美术的，所以去美国留学，啊，变做乌名单，啊，佮经历过迄当阵的刺蒋案，就是枪杀蒋经国的事件安尼。所以其实伊看过足侪台湾足侪历史事件吼，所以迄当阵要搬的时阵，老师就讲，应该要大场定会腔。大场定腔哦，真正有难名。我迄阵摆的时阵，我才知影有大场定腔的。我练足久的，我即马阁袂记啊，就歹练了。我会记得迄当阵，阮练甲足痛苦的，因为大场定腔就是台北腔内底台北腔，拢是一个经典的，龙中。是，因为迄个时阵我也无熟悉易经，是毋是？迄时阵我也未熟悉易经，啊，所以讲，也毋过我熟悉易经了后，就直听到即出戏。当阵哦，吼，迄什么？大道顶的永乐顶。大场顶的腔应该会当讲，若是一句话，你听起来伊拢搁较低。就是听起来都感觉这是我阿公会当讲出来的话，毋是我会晓讲出来的话，安尼系啊，迄当中我连北部腔拢毋是足熟的，因为我住南部嘛，起来北部的时阵读册的时阵，同学嘛袂甲你讲台语啊，吼，所以学校拢无咧讲，所以就变做。听到北部腔，感觉怪怪。我头一摆听北部腔是，我有囡仔了后，有那个保姆阿姨，我就听保姆阿姨咧讲话。我迄当阵就讲阿姨，你敢会当常常甲囡仔讲台语？伊就讲好，我就做欢喜。但是听伊讲台语了后，我就做烦恼，讲阿姨，你台语是毋是无？你讲嘛难。等下，已经我要分享者，头段是有观众问讲吼，即出戏敢会阁搬吼？这是头一个。第二个有一个徐大哥，伊讲哦，阿嬷会十岁伫红楼，伊看过哦。我甲你讲，这徐大哥，我真正毋是咧开玩笑，阮的每一出戏，伊像他是讲全台湾的戏，真正就专业的，感谢你的支持，真正的。感谢，我嘛做希望会当个演，但是就是找机会咯，因为内底演员有足侪，有几啊个，就是讲我会记得应该有七个演员，就是人较侪，吼，这爱安排一下，是安尼啦，系啊。所以咧，这大场定的腔，就是互阮练习足久诶，就是这才知影讲台语的学问有遮尔大呢。这拢是互较大人咧看的戏剧，所以当我有囡仔的时阵，我就想讲我要带伊来看戏的，我要带伊来甲我经历我爱的物件，就是。我相信做者爸母有囡仔了后，拢无去看电影，我是拢无去看戏，足痛苦的。所以就是想要带因去看戏，但是吼，一般大人看的这舞台剧，你若是带囡仔去，大家就会都一直甲你上，一直甲你看，你就会感觉压力足大，因为囡仔一定会出声嘛。你就是讲因是等于。你做啥？叫开门你出声一定会问题，有时阵佮要放尿，佮食物件、巴肚枵，啥物的，就是一直坐袂调。可能嘛，若是阮囡仔算乖，但是伊会问题，说是安怎伊安尼，你若是甲伊用
别人就受气啊，吼，就掠讲啊，所以你就是讲是天使诶囡仔，别人诶眼中是安尼，是两个小怪物，就是啊，有一怪，所以我就想讲，要到底是要安怎带囡仔去看表演，而且搁看舞剧表演，拢是互大人诶，所以就想来想去，就讲啊，煞无规起来家己做看卖，所以就讲我想要做一个会当爸爸妈妈带囡仔去，啊，无啥物压力，囡仔会当讲话，会当四界白，四界说吼，啊会当问问题，毋免烦恼讲有啥物别人会感觉你做差即个问题，一个环境互囡仔，互爸母，所以就有开始即个母语宝宝听故事这个计划。我想要讲一句话，就是头拄仔讲遐互囡仔的环境，我感觉佫有一件代志足重要的，就是你要有机会互伊练习安怎专注。因为你无互伊机会，你直接甲伊讲，你点点啊，还是用一款足无好的态度，囡仔是会有感觉，因为是足细的人，所以讲，伊感觉到即个无爽快感觉的时阵，伊毋知要安怎做，伊就会佫较无爽快。伊无爽快的时阵，伊就是会哭，就是会翻腾啊，啥物的。所以讲，我感觉，不管是讲互伊讲话，还是讲互伊练习有一个恬静的时间，这拢是爱有机会的。就是讲你若常常带伊去看表演，伊嘛会知影哦，即时阵爱恬恬较恬咧安尼。但是就是讲边仔的人可能嘛爱有一寡耐心吼，就知影哦，囡仔可能会问问题，莫伤严格吼。就是我的想法是安尼。阮这个母语宝宝听故事，听我们这个就是用华语去思考的一个计划，因为迄当中我嘛无做知影台语是安怎，迄当中我嘛也未学台文吧，所以就是敢若是讲我要用台语来讲故事，请专业的演员来参加这个计划。所以伊当阵是一开始我是找着大家兄嘛，因为阮有搬过几啊出用台语表演的戏剧。本来另外一位我是找今年本来欠嘛要去行内底一个演员要演欠嘛迄个演员，但是迄当阵伊做无用的，伊就介绍妮妮这个互我，煞毋知变做一个足长的缘分。系啊，我真正足感谢伊，就是讲经过，是啊，因为真正足趣味的，我感谢大家对我的信任啦。因为毋管是讲义诊啊，是讲迄个朋友啊，因为伊都直接甲我讲，伊感觉我就适合来做这件代志，毋是啦。本身就是一个算是囡仔头王、孩子王迄种感觉，就是伊做知影甲囡仔交陪安尼。无啊，我就嘛是足关心囡仔的啦，就是做无共款的作品啊，还是讲参与无共款的作品，我拢较注意讲是毋是这个作品是大人甲囡仔拢会使听有的，拢会使有感觉的。也毋过，这毋是讲阮一定爱知影讲一件代志，因为定你是咧亲像讲你即马是咧看即个物件好啊，大人看到就是一支会使，你知无？就是会使。黏垃圾的物件，也毋过囡仔亲像讲，伊看到伊就讲，伊咧行咯，还是伊咧耍啥物的，就是我是感觉讲无共款的年岁，伊有无共款的看法，这是阮爱互大家想象力练习的机会，是。这个计划就是16年开始到2020年疫情爆发。进前，阮会当算讲，逐个月拢无停过吼，就是足辛苦的嘛是。哇，你足厉害！真的足厉害应该是除了我念小学会使一直念到毕业。系啊。即摆第。而且咱是拢无摕任何补助，我即摆想，咱感觉家己遮尔讲。
真正辛苦诶，真正足辛苦，因为有诶时阵真正是现场，一开始诶时阵，大家毋知阮咧创啥。即马相片内底就第一场啊。嘿，第一场，我是讲吼，一开始大家毋知阮咧创啥，嘛有毋知讲吼大人，后来哦有大人家己一个人来听哦，因为阮是足欢迎安尼诶人。阮诶母语宝宝的意思不是说就是是说你就算是你平常就是这样讲华语，然后你没有办法听得懂台语的，你就是坐下然后看着，因为这是可以给亲子看的东西，所以他可以跟着你一起成长，你可以跟着一起。你嘛是台语的囡仔，台语的宝宝顶多尔。你练习，我嘛是原来这句话安尼讲起来较正确。就是教阮共同成长。为宝宝，即马我4岁。我头拄是要讲吼，一开始真正人足少诶。真正是，这张人足少诶。哎对，你看，其中少一个是我诶囡仔。哦是啊，而且就是人搁较少，阮嘛是照办不误。我会记得有一摆是2摆，真正是2个囡仔，一个囡仔是我的囡仔安尼尔。是啊，真正是足趣味诶。当初是足有勇气的，因为我知影讲啊，人那遮尔少的时阵，我就甲大姐甲妮妮讲，今日干那一个囡仔吼，因2个面着足紧张啊，怎么办？要安怎？我讲 VIP 啊，无啊，今仔日就 VIP 啊。我较出来。要不过我是因为阮就会是，我安怎就会做落去，就是因为你一个人、2个人拢是专程来嘛，伊就是专工要看你演出，伊就是想要听，伊就是想要了解，所以讲阮毋管哪拢会用专的去做。你讲阮逐张这下面啊后壁我这个过人骹拢是淡的。足紧张，迄当阵嘛，较少台语亲子的活动。迄当阵台语路也无开始办活动，也无看囡仔唱，所以有足侪爸母讲伊对足远路的所在来，有诶对家人哦，对，坐头一班的火车，搁爱搬什么公车的时阵，来到这2月咖啡的时阵。赶10点半还是11点？10点还是10点？10点吧。迄阵拢10点半10到11。因为2月咖啡的老板娘伊家己嘛有囡仔，伊知影阮要办这个活动，就是做支持的，伊就讲啊，不然就我开店之前你们可以来，所以就是爱开始进前，阮就爱开始讲安尼，所以就是较早，但是。遮尔早，阁有足侪对足远的所在来爸母，我就感觉足感动诶。是啊，而且后来愈来愈多，真正是足感动诶呢。我会记得有一摆是毋是坐到满，是毋是？后来有足侪摆拢是足满诶。满到后壁去。应该较后壁。但是就是讲，你看这以早阮。真正是足简单的讲故事的，就是2个安尼，就是安尼看。讲我无遐尔啊水的舞台，但是小囡仔的想象力就是上好的舞台，就是用因的想象来去想啊。故事若讲了好，因就会做投入的。这就是迄当阵是好办的。是啊，而且迄个时阵无补助，所以讲阮想着啥物拢是。身躯边有诶物件都该做起来呢，我也好听起来。讲诶故事就是上简单诶，这涉水啊，安尼还是啥物若是最近咧落雨，就写一个落雨故事啊，雨季诶故事啊，还是最近有看着啥物虫，我想讲来写一个虫拖诶故事，就是就因哥阿兄就拄着做者虫，你啥物虫啥物虫安尼？搁有囡仔诶遇到诶状况，就是喙齿疼、手气啊，囡仔穿衫破起，伊就讲这是有啥物破一个坑，就是安尼对生活内底去想讲啊，我要讲啥物故事，嘛有对歌来想故事诶，就是平大仙大家敢有听过即条凉歌？平大仙。平大仙，身躯无洗全身，走去溪仔边洗衫便头洗，即仔戏数万千。即条
已经其实你问过几啊遍啊，敢若你听过尔。大概出去演拢是已经出来唱，啊唱煞了后，大家拢就点睛拢无听过。搁有啊！你头先讲，我直接笑出来，因为我想要讲一件代志。因为阮无补助，阮无补助，所以所有阮想到要用的物件，阮拢爱家己舞出来，是毋是？好，啊，大家毋知现场即摆看这影片的人哦，毋知有人熟悉英国阿兄无？我要讲一个秘密，这个秘密就是哦，迄英国阿兄迄只红啊，是我的嘛。啊，伊本来毋是英国哦。是因为大家哦讲哦，这个角色因为大钱伊会晓舞足侪声音的嘛，啊就是想讲哦，要有一只红仔是英国，要毋过无钱使买啊，因为要安怎？我就讲啊，我知影，我有一只目标，我就甲目标打两片红红的，啊摕我的鸡龟啊甲伊绑个，啊变做安尼，有一个安尼，啊就变做英国啊，就是安尼，歹势大家。以后应该爱写一个应该爱找家己的亲情的故事。嘿啊，爱后来就会发现，我见过，对不起吧？嘿，另外一种丑小爱的故事。是啦，好啦，好，佮就是讲，阮就是对遮的物件去想故事，佮有一个故事我嘛做爱，就是鸟鼠爱食红菇粿，伊嘛是一条歌。恁两个应该会记得吧？鸟鼠爱食红菇粿刷落来。以前你出一摆我就想起来。老人坐在一会。我是对红菇粿。然后咧，你是在偷看？你啊，再去落去吹啊！鸟鼠爱食，鸟鼠爱食粿。哦，这我讲。鸟鼠爱食粿。若是大家有买迄 CD， 就是顶摆迄蛇郎君迄片 CD 我有出几片，有声书。阮出一片 CD。大龙滚来啊！迄个有声书内底有，敢有鸟鼠爱食红菇粿？有啊。有啦，因为我会记得有一个小观众爱摕红菇粿来互阮啦，因为有听到迄故事，应该是安尼啦吼。是啊。迄红菇粿做好食，感谢。好，就是这条歌其实是阮爸爸教我唱的，吼。我就感觉这做有画面啊，这已经有故事伫内底啊，鸟鼠就想要食红菇粿食袂着，我就想讲啊。写一个鸟鼠食红菇粿做故事啊，红菇粿放伫咧灶骹家死就走出来保护即粒红菇粿，所以就会教着做者灶骹的骹啊、鼎啊、蒸匙、汤匙啊，啥物，就是安尼去对生活内底去想故事安尼，佮有故事包含这原住民的白论公主，我嘛讲过，那做多元。台版的无共款，比鲁加也是。是啊，这就是后来较侪人的时阵，就是生对啊吼。应该是人。历史店。这融合一间亲子友善的册店，过来阮剧团有家己的厝的时阵，办公室的时阵。这就是平大仙啊，大只兄咧搬这平大仙。有时古拢是先。他每一届舞这都强拍，强囡仔拍。足欢喜的。足欢喜的。物件会当。毋知为虾米大只兄每一摆讲故事拢是互人拍的角色。你讲我时阵我会搬迄歹较歹的啊，要毋过都是。嘛无一定啊，有时阵。有一届阮搬迄好心的撒玛利亚人的时阵，好嘿，撒玛利亚人，迄阵我就是我无物件通食，我就昏去啊。迄阵就是爱到去有一个足细汉，有一个囡仔，足细汉囡仔，迄天我足疗愈，几岁尔，还是拢几个月尔哦，几岁尔，伊就安尼，伊就飞过来，伊就安尼，手就遐大尔。伊就甲我安尼头安尼饲咧，马上，
我都哭啊，因为伤感动，足感动的。足古锥诶。但是我一直拢会记搬迄酒去糖的时阵，可去互恁囡仔叫咧要拍，这印象。我跟歹人的时阵，就是爱负责这个。唉，真正是。哦，有人讲伊撒玛利亚人伊个查某囡仔看到哭呢。是哦。查某囡仔看到哭，啊，佫有讲，大摆开始进前的体操，敢是妮妮姐姐家己编的体操？体操，是。网聊网倒位。因为我本来就有咧教足侪囡仔的课啊，佫有这是我家己做活动的一开始，我感觉囡仔有需要一个时间啊，甲即个舞台的人建立连结，系啊，就是爱讲我知影，我准备要开始有一个仪式感安尼，所以讲我就。平常时也袂做台语的活动进前，我华语嘛是安尼，也毋过就是无共款啦，嘿啊。佫有人讲啥？对，有足侪观众有留讲有看。爱唱歌的型，佫有来听无共款的故事，听就感觉我印象足深的是即个，我的荧幕哪会走甲变安尼？你是讲正面即张无？对。迄阵是。我印象足深是即张，因为即张倒边即张迄了后咧，1点钟了后，阮故事讲了1点钟了后，我着。去洗囝，我着临时大出血，我着上北医啊！迄当阵就是头一摆，阮办故事停落来，就是后一个月，因为我着住伫咧北医啊。临时去北医洗囝啊，就是着输血嘛，规个人关门关转来了后，目睭铁开。看到两个人伫边啊！哎呀，迄两工两个就走去病，赶紧去找医生啊！迄阵眼睛是迄透，规个人拢白白安尼，足白。透明感。头拄已经讲啥？你因为头拄大字讲足大声，我听无诶。你头拄讲啥？你讲目睭一擘开安怎？铁开就看到两个人。徛伫我边啊，无啦，什么戏剧性，无就是过当工，这大正遐个年日就来病院找我，我就甲因讲我感觉后个月应该要停落来，但是这两个人就讲吼，爱停哦，阮已经想好要讲啥物故事啊。这认真哦！这两个员工哪遐认真啊？真诶，我计讲遐困啊，这两个拢袂使。继续，这员工爱加薪水呢。系啊，就是我袂歹势就菜。我啦，原来迄边就是真正就停一摆安尼，就是我印象足深诶。即摆其实即个故事倒手边即张相片是咧讲冰店诶内底故事。对，就是2月单恋爱故事，2月姑娘要出嫁，就是2月要找查某朋友嘛。冰店内底就做侪料啊，婚宴啊，什么婚柜啊，对。但是就是有爸母写批来讲，即摆故事足好听，阮大人看甲足欢喜，拢笑嗨嗨，但是囡仔敢若拢看无，因为囡仔毋知啥物是对看。那叫什么相亲恋爱，所以后来阮嘛是有咧注意讲阮要讲故事，但是爱用囡仔迄个啥囡仔的思考，这嘛是一个重点。我会记迄摆阮大舅做甲足济，阮用足济时间，因为迄间是拢已经做诶，内底料拢是伊做诶。料是伊做诶，我感觉我会记你外口迄是毋是我用诶啊？冰店是你用诶，就是我是冰店，伊是我是做迄
我是做迄爱有公主。哦哟，无你做粉粿吧？我做粉粿，做粉粿。啊，粉粿甲二油应该拢。三个人拢做足侪道具，毋过迄工就是奇怪，那做完就安静诶。无，大人看起足欢喜诶。毋过囡仔就开始，无，我会记哩，就是囡仔是对迄道具很有兴趣，就安尼尔。因为内容无啥物共鸣啊，因为阮知影讲二油配啥物才好食才好啉，但是囡仔可能无法度，迄当阵可能有较细汉囡仔，所以无食着遮物件，所以嘛毋知这是啥迄啥呢？嘿啊，所以有人就讲啊，恁讲故事讲遐尔久，敢有啥物撇步？除了讲道具啦，遮物件，其实有一个感想，就是讲。这讲故事的人最重要的，就是讲故事的人一定爱囡仔。就是我甲妮妮姐姐安尼，恁两个敢有啥物感想？你要先讲无？我讲最重要就是爱囡仔，你爱甲伊会当开讲，袂当讲啊囡仔啊，就是囡仔就凊彩讲的就好啊。其实伊捌做侪。所以应该爱家己想做，伊嘛是甲你共款的人，只是讲较细只呢。但是你会当甲伊开讲，甲伊讨论物件，这是我的想法。你可以理解他的理解啦，了解也了解啦。好啦，你讲，你想要讲啥？你头拄笑甲足欢喜。我是讲我咧讲故事这几年，我是慢慢啊学习安怎甲囡仔讲话啊。因为我较少机会甲囡仔接触。大志之前有讲过，伊有淡薄仔惊囡仔，敢是？因为我有时阵就讲话就无小心，就一款就是我是大声，无就是讲我来讲安怎。囡仔就惊着，想讲你是应该是安怎讲？就是你若是无足真心真诚，会去面对囡仔的时阵，囡仔是会有感觉的。啊，毋管你是用啥物状况，亲像讲头拄仔讲这尴尬，是讲足歹即种，毋管是表演的啊，还是讲爸母啊，还是讲别个无共款的人去面对囡仔，你若是有这个安怎怎么讲？真心对待。对，你若是无真心对待，伊就是会有感觉，就是感觉倒位怪怪，伊就无法度甲你真心交流。我有时阵就是想过想要讲出来，想出力应该是讲想出力，结果就变做表演就怪怪，囡仔就会惊着安尼。其实我是足感谢遮个囡仔，互我学习足侪物件。我有一想法想要甲大家分享，就是讲，我以早一直想讲，我要办台语活动，互我的囡仔，我要想要互囡仔安怎学台语安怎。我就是讲我咧陪囡仔大汉，但是后来即几冬办落来，我感觉其实是囡仔咧陪我。即种感觉，我毋知敢有其他的爸爸妈妈安尼感觉过，因为亲像我是细汉伫彰化嘛，爸爸妈妈阿公阿嬷会当甲你讲台语，但是你大汉搬到台北做工课了后，煞无人甲我讲台语啊。就是你伫学校同学袂甲你讲台语，你去上班，你的同事嘛无咧讲台语。我结婚了后，我翁婿是原住民，就袂晓讲台语。啥物人会晓甲我讲台语咧？就是剩我的囡仔尔。就是我感觉就是迄种感觉足奇怪，但是就是我就是我咧陪伊，其实是伊咧陪我。遮个活动其实是为就是嘛咧陪我呢，迄种感觉啦。这是我的想法。是我较感动的所在，嘿啊。无我安尼听起来，就是你会使就直接讲，就是这个活动嘛是我为我家己做的，因为你就是你家己一定有，你就想要爱的物件，爱想要看到的代志，
你有一个就想要爱迄种心一开始无想讲这是为我家己办的，无一开始是想讲为囡仔办的，后来就豆豆甲伊做伙参与做侪场讲故事，参与做侪代志，做伙听故事，经历做侪故事，才发现讲其实阮是做伙陪对方咧行一条代志的路，就是你家己有足想要做的代志，就想要看到的未来，啊，你的囡仔就是陪你安尼一步一步，嘛是陪你大汉，迄种感觉。我台语嘛，豆豆进步安尼。哦，过来哦，就是后来就是2020年的时阵，旧年的时阵，阮剧团有第一出台语的舞台剧出现咯，就是足久以前有一个红婆，这是阮剧团讲故事讲遮尔济当了后，总算有舞台剧的时阵，我是真正是足感动嘛，足感谢的，就是对讲故事一两个囡仔，大家较无啥物囡仔，到大家较有足侪囡仔来看戏的时阵，是感觉足无共款的。大正兄跟妮妮姐姐嘛有参与伫内底。大正兄，你有啥物感受？感觉？我感觉就是。做这舞台表演吼，爱身体健康，身体健康最重要诶。我第一天要开始演的5点钟进前，5点下晡啊。旧年有演一摆，今年阮阁有演一摆伫新竹嘛。新竹的时阵，大姐阿兄发生一项代志，就严重诶。我准备我就开始做运动我就我。暖身啦！我头前退遮，我就较安尼踢一个，我头踢5个，我就哎哟，我就倒伫涂骹，我就惊死！我想讲伊是安怎？你就你这就过来。我讲你是安怎？你是创啥？我无把叮当啊！我无叮当。紧！我就找人去迄医院边间拍咧。后来就迄个医中就甲我安尼推无效，就去看医生啊。医生怎讲？伊讲咧，医生就讲我是迄个髂腰肌啊，就是迄个骨盆遐髂腰肌，迄个受按。是啦。我规身躯无办法叮当咧，我惊死，我想讲无办法演啊，就惨啊。好佳。本来有一个动作是你爱迄舒眠嘛，迄当阵我都爱去哩，所以身体健康最重要诶。其实这个计划是文山剧场，是阮旧年头一摆投伊的案嘛，伊咧整案，阮去投摕计划互因的时阵，因家己嘛一直嘛做欢乐的，因为做将来无人搬全台语的囡仔戏伫遐过嘛。后来因是足支持的，甚至讲因表演进前有文山剧场伊家己的工作人员，伫咧表演要开始的进前，爱提出讲，袂当食物件，袂当翕相即类的话，因家己用台语讲，因将来无用台语讲过，看阮是全台语的表演，就用台语啊。就互我想到这一束鲜花的故事，就是讲这花足水啊，插伫个花杆啊，了后放伫个桌顶，感觉桌顶做垃圾，就清桌顶桌顶清了，感觉规厝间嘛打扫一个好啊，就是安尼豆影响别人安尼，即种感觉我是足感动诶。就是其实我会当做会到啊，这会嘛会当改变诶，这是有可能诶，就是讲就是讲，但是嘛有观众讲，伊可能要戏票的时阵，无发现讲这是全台语的戏，伊要入来进前才发现讲是台语做生气的，所以就甲阮讲，台语也毋是国语啊，是安怎你会当安尼无顾别人？迄当阵我就，为什么有人阁有即种观念，是讲台语毋是国语？因为所有的本土语言，包含手语，拢是国语。阮拢是平等的但是安怎大家对这观念也是无办法建立起来，所以我想讲有一个做重要的代志，就是咱细汉的国语的课本内底是教啥物？就是教华语嘛，对啊，所以就是讲，这个观念应该爱对教育开始做，就是国语应该爱所有的本土语言拢应该算讲，无你国语课本。
得爱改这华语课本啊，这观念才会当改正过来。我是安尼想啦，毋知影甲大家安怎感觉。而且我阁想到诶，以前你学校诶时阵，你会拄着讲你教台语诶，还是乡土课，所以讲这种感觉嘛，足奇妙诶，就是乡土。就是你感觉？我毋知呢，我感觉这分类就奇妙诶。而且教本土语言诶老师诶费用拢足少诶。台语老师拢是流浪老师，因拢毋是正职，所以因拢是算时薪的哦。我听讲因的时薪大部分拢是260块。自己都足低，所以就是爱政府啊，爱对的来进行吼。就是物件你已经学到专业啊，够用安尼啊，真正是毋知。我即摆是几点？是毋是超过时间啊？超过。即摆是几点？即摆10点半。好，所以阮的甲大家分享，阮阁有做过台语的物件，就是 podcast，这是故事杂菜鸡，就是专台语的故事，而且剧本是妮这写的哦，吼。欢喜耶，就感动耶，就欢喜耶，大家。就是讲即马这录音的工课先停了啊，因为这补助用了啊。我是希望未来阮阁会当有机会继续来录音。我是一定袂放弃的，但是就是咱找机会。是，你辛苦诶，感谢剧团。阮用广告书讲足侪，阮感觉足有价值的代志。因为时间无够啊，我就是安尼看过。大家看卖，就是用遮个互动的方式。这就是大声啊，阁有做足侪无共款的道具，用夹铁啊，夹石啊，这手电筒的物件，按咪毛足侪囡仔都惊即出戏的课咪毛，讲故事讲啊课书，系啊，讲你伤恐怖啊！阁有讲雷讲啥故事就讲故事讲煞，阮就做手工做家己的信啊。这是燕兴阁，因为内底这地清文先生写的故事内底上尾有火山爆发，所以就是做一个酸碱综合，会当有这个火山爆发的效果。阁有办过甲囡仔讲228故事的活动讲故事讲煞，就是互囡仔用这轻粘土做一个家己设计228纪念碑。这个囡仔设计是这白色部分是一只海鸥，嘛是这是台湾安尼。阁有这相关这做高仔灯高仔灯做煞，阮真正是去街仔路安尼行，去举高仔足够水的。阁有圣诞节，这会台语报佳音哦。面皮足高的呢，佫会当安尼行，安尼唱歌。我是毋是讲画到大细声，我会记哩。我佫听伫咧公园看到人坐伫遐，那面皮足高，讲阮敢会当伫遮唱歌，互伊听，就甲伊围起来安尼唱歌。真足趣味的，我会记哩。迄个时阵真足好笑的。我想讲，迄个过路人应该感觉压力足大。有这绘本的读册会，因为就是爸母要念故事互囡仔听的时阵，可能爱用台语的时阵，有时阵会卡掉的，毋知要安怎这字眼要安怎念，所以阮就办这活动。洪宇老师，我拄的指导老师，阁有这活动，我印象都深的。你这个甲刷滚咧讲这，我是怎么来？我是安怎来到世界的这个故事的有。那个雪君啊，雪君，伊有2个囡仔，2摆有生的时阵，我拜托伊来讲这个故事。真正诶，这故事真正是，好囡仔，路过这个村就没这个店的感觉。我想应该无第3摆机会啊！爱先定。我白讲，
还是阮个咧？真不错啊！你看有赢。每一摆这个故事，我拢感觉足感动的呢，因为真正是看到一个阿母甲伊，因为就是有心嘛，囡仔拢哇，你看看伊巴肚的时阵，迄眼神啊，迄足温柔啊。来哦。系啊，拢是后壁时阵大家听。伊即摆咧叮当啊，蒙看卖啊，啥物诶，真正是陪囡仔大汉，吼，互囡仔知影这妈妈是安怎家己生落来。搁有这是阮今去部落内底讲故事。嘿，虽然毋是台语，但是阮甲足侪原住民诶文化，讲入去故事内底，亲像这是。讲到内底有沙呢，因为这海豚东东有洗沙嘛，所以这内底有看到这族服无？已经你加，伊挂个足久诶。迄阵我就想，这遐复杂哪看会出来？结果阮演诶时阵，真正当面伊拢讲出来。嘿啊，有这件代志对我嘛有足有意义，因为我较早有做过一摆环岛义演，就是家己做一个故事，去台湾无共款的部落啊，还是老人院啊，安尼所在去义演安尼。因为一世人就少年一摆嘛，无啦，迄时阵就困力的安尼。我头一个去的部落就是遮，我真正是足侪年了后，转来同一个所在，转去，嘿。同一个所在用台语讲故事，因为迄时阵我的故事内底嘛有台语，毋过就一丝丝尔，就无共款的故事安尼，我就感觉足趣味的。色马干部落，是。阮真正嘛坐迄坐车坐足久才会当到。你坐车足久诶，你毋是10小时哦，10点钟。我坐去但是我今日是吐啊，一路一直吐。搁有阮去达邦部落讲高医生的故事，高医生厝边音乐家的故事，迄摆是真正是足感动，是因为进前伫国家人权博物馆有讲过即个故事，但是迄是伫台北讲嘛。阮高医生的故乡咧讲即个故事的意义无共款，嘛特别感动，就是阮甲即个故事早转去伊原本的所在啊，互伊部落的囡仔会当听家己的土地发生的故事，因的族人的故事。这高医生的儿子高英杰伯伯嘛伫内底咧听这种感觉是足歹去形容，很难，对啊。迄讲就是阮最后爱念一个批。嘿，阮念迄批是真正有迄个批嘛是真正诶。咧念迄高医生上尾要走进前写互伊诶牵手诶批。每一摆念着迄个字诶时阵，阮两个就是爱直啉调诶，就是袂使黑白口。阮伫台北演诶时阵会使啉调，毋过迄工演诶时阵好。因为迄工高前辈，伊就直接伫后壁就豆豆就唱歌。伊会把心足温暖，伊就直直甲阮看，伊就安尼。伊就愈看我愈无办法讲。我后来念诶时阵，我就声音就后来是我念完无？你应该是有甲伊念。我有念完，也毋过我毋知我念啥物啊，我袂记。而且后壁要做啥物代志嘛袂记了，我会记。拢是我做诶，就是毋是啊，我嘛有做，就是足感动诶。是啦，是。所以我嘛感觉是故事带阮去遮尔侪所在嘛，带阮去转去故事原本诶所在，这是足有意义诶。呀，嘛希望继续这机会。这因为时间要到，已经到啊，所以就预告一下，阮即马下半年活动就是9月5日演出来哦，总算是有要干。有礼拜哦。什么啊？伫国家人权博物馆。明仔载会公布伫网络顶面，但是今天先小小预告一下，因为规定明天，所以就预告这是爱报名的吼，所以就是请大家注意阮的名册，也是国家人权博物馆安尼。11月时阵，阮有一出戏《照顾路上》，是咧讲长照的故事。这可能是较大人咧看，但是伊是线顶的，所以嘛会当伫厝内
互大人甲囡仔做伙看嘛是会使。啊，搁有就是阮今年嘛开始有一寡线顶诶节目诶计划。诶，还有会上课诶计划，会使斗阵来上课。会使有计划来看，分享啊，来参加来斗阵算哦，系啊。好哦，就是今日诶活动是，就是到遮，感谢大家。啊，希望大家阮若是阮袂歹，当去阮诶遮诶什么 Facebook、IG 啥物啥物，有年年节节甲大姐遐因两个诶面册，啊，搁我嘛有面册，阮三个人拢有。所以你若是有啥物话想要甲阮讲嘛，是会使伫剧团，也是阮三个人诶面册安尼。吼，啊，你若是有啥物问题嘛，是会使问安尼。阮是即摆都要结束是？对啊。哦，是要结束啊！阮阁有问卷，想要拜托大家听了。问卷啊，你感觉今日讲了安怎？想要听，阁想要听啥物议题？来当问卷内底，阮会看。多谢多谢。希望后盖阁有机会会使像安尼分享嘛，希望大家阁有时间会使来斗阵互动一下。好势，我是足紧张诶，因为头一摆安尼做，我阁有头先去挖我诶衫。你挖你诶衫，我挖我诶头毛啦，我就直咧安尼。好啦，我看到足侪人有迄留言啊，啥物诶，啊，若是讲你即马，阮有是足急咧要甲伊结束，若是无想讲，若是有大家有问题嘛，会使直接问。我会使开放3个问题，好啊，安尼讲诶，应该是时间差不多。若是大家有问题嘛，是会使问。啊，头拄有足侪人有留言啊，讲啥物？有多谢徐大哥诶称赞啦。啊，阁有人问讲，敢会使继续办迄用台语读绘本诶活动无？安尼，阮有机会嘛，希望会使继续用台语读绘本啊，因为只是读。我会使办一个。睡前故事啊！大家咧困境前，大刚9点半开始讲故事，阮两个都讲到恁家囡仔困去，讲话。无，我有一个朋友，伊有咧办这甲用台语讲故事啊，伊是用Clubhouse。哦。啊，我最趣味就是我已经。开始啊！我就倒伫个眠床陪我囡仔要听故事要困啦。啊，伊就看到我入去伊个卡布老说，伊讲哦，已经有伫来，刚要起来甲大家讲话，我想讲，准备要困，结果变主持人。啊，前几工吼，伊嘛是安尼，啊，迄当阵吼，我咧洗身躯，歹势哦，所以我就无讲。所以有人讲吼，伊嘛有专工。对台北去承德看哦，所以讲毋是大家，毋是嘿啊，有去承德表演的，嘿啊，嘛是足多谢大家，不管阮在倒位，拢对咱行，对阮行。伊就是用台语讲伫线顶 Clubhouse 讲故事的爸爸。就是伊哦，多谢你，啊，大家来。我若是无看毋着的话，是吼，哇，你会使家己拍一个宣传，大家会使去听你讲故事哦。啊，有人讲因兜囡仔伫咧等。哈，啥物？哦，歹势，有人讲因兜囡仔伫咧等新的一季，就是好，请伊等较久咧。感谢你，我嘛后来机会。我是即摆有计划有一寡线顶活动嘛是会互囡仔看诶，所以就是请等一下哈，多谢。好。嘿，对，阁有人有来看，说好不要哭。已经也看伊。我有看见，我有看。感谢大家。哎呀，就这些，感谢大家。舞蹈播歌有分享这鸟车爱讲古怪的歌伫顶面呢。大家会当学迄条歌，我是做爱。好啦，做爱嘛。好，感谢大家。啊，再会。